今日喺呢度開呢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嘅希望就係創造革命軍嚟挽救中國嘅危亡。1924年6月16號，喺第一次國共合作嘅推動下，黃埔軍校正式成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深遠嘅軍事學府。創校人孫中山，校長蔣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軍校以建立革命軍、挽救中國危亡為宗旨，首創政治教育同軍事訓練並重嘅制度。一批又一批胸懷家國嘅青年前赴後繼加入軍校。首次東征黃埔軍校教導團即擔任主力，大約200名敢死隊員喺炮火掩護下奮勇攀牆，攻破叛軍陳炯明部隊佔據嘅淡水城。二次東征喺惠州之戰中，平均年齡20出頭嘅年輕人繼續捨生忘死，搶登雲梯，血戰40小時，最終攻克惠州。自此，廣東地區嘅分割力量基本平定。北伐路上，丁四橋嘅血戰最為慘烈，好多人倒下嘅時候，手仲係死死拉住橋欄。武昌城下，佢哋以血肉之軀擋住城牆上傾瀉嘅火力。北伐期間，佢哋一路浴血挺進，從珠江流域打到長江流域，重創北洋軍閥主力，犧牲約2000人。孫中山先生嘅畢生所求都係國家統一。喺民族最危亡嘅關頭，係黃埔軍校嘅師生揮灑青春熱血，衝鋒陷陣，為實現國家統一目標而奮鬥。抗日烽火燃起，昔日北伐戰場上嘅黃埔學兵已經成長為中國軍隊指揮系統嘅骨幹力量。淞滬會戰中，前後超過100名高級將領及指揮官加入戰事，而基層連排級官佐嘅傷亡率則高達60%以上。喺武漢會戰，佢哋轉戰大江南北，守衛長江防線，及至長沙會戰，中國軍隊多次擊退日軍南下嘅攻勢，成功保住戰略重鎮，成為抗戰初期少有嘅勝利象徵，大大振奮全國士氣。係佢哋嘅殊死搏鬥，粉碎咗日軍3月亡華嘅幻想，捍衛咗國家嘅獨立同埋尊嚴。據統計，抗戰期間，黃埔軍校受訓生約有20萬人。經過8年浴血奮戰之後，幸存者僅有大約11000人，堪稱抗日戰爭嘅鐵血脊梁。我嘅外曾祖父咧，曾希聖先生咧係黃埔軍校嘅4期生，亦都係行過咗抗日烽火歲月嘅前輩。黃埔精神咧喺我哋理解嚟講咧，佢最重要嘅內涵咧係愛國、奉獻、擔當同埋呢個團結一致，爭取中華民族嘅呢個偉大復興，呢個係佢哋嘅宗旨。戰火歲月之中，黃埔精神化作真正嘅血與火。而作為孫中山革命思想萌芽地嘅香港，喺8年之後，黃埔精神亦正式落地。咱們今天設立這個基地呢，可以完整的還原這個當年香港與中國國家的近代史的緊密聯合，填補本地的專項的愛國教育陣地的一個空白，借助重大的歷史節點，凝聚社會各界的共識，讓黃埔精神傳承更具號召力。教育唔係淨係做昨天嘅事、今天嘅事，更加重要咧，教育係做明天嘅事。教育嘅本質係立德樹人，呢個就係堅毅不拔嘅毅力、團結協作嘅意識，同埋咧係直面困難嘅勇氣。100多年前，黃埔軍校培育革命軍，挽救國家危亡。100多年後嘅今日，黃埔精神傳承發揚，期望今日嘅青年繼續擔負時代責任，為中華民族嘅復興貢獻力量。